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金钟夜报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议员，我是武吉，我是文宏，我是有东。哦，是因为小朋友有淡薄仔歹势，啊，毋过补妆嘛是爱来提啦。阮准备好啊。来来，你甲我看一下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无简单吼，我已经到好啊，吼，咱的探险队员甲队长，吼，你要看觅，我这个角仔是什么动物？啥物动物？来，两位，马，马，哎呦，嘿，马颔骨咱敢有遮长？东岸咯，灯颔鹿，含肉。到底是啥物？麒麟鹿。水，麒麟鹿就是灯颔鹿。赶哎呦，快，这个好有的嘞。拜拜哦。我这有足久是水的呢。你叫我看者，我真想我看觅。你还较细腻的哎呀，呢。这个看，这个看，我这记。哦，倒足久的好哦。好，我看。你是魁手。哎，就讲到足久的，我家用歹意。啊！哇，莫生气啊！你是咧哭啥啦？这我斗两工呢，我斗两工斗遮久着，啊，伊即马手一只手就甲我安尼。紧到会是你啦。对，是的啦，我不是挑过耶啦。啊，就是物件歹去尔，啊有啥物好哭的？啊是哭尾摆哦，啊查某囡仔是咧哭，袂使流目屎，袂使顶落来哦。是小朋友，咱想看嘛有啥物方式可以莫艰苦？斗一个就好啊。哦，搁斗转去就好啊啊，你要陪伊做伙斗无？好。我愿意陪你做伙斗，你莫搁艰苦，你莫搁哭啊啦。查甫囡仔哭甲安尼啊，真正是哈。毋是，船长，你即句话就毋对，啥物查甫囡仔袂用安尼哭，我是感觉吼，每一个拢有时阵会激动，还是哭，这拢是正常，这是自然的反应，也无啥。无啥嘛。是啊。探险队员，你敢要看查某囡仔哭甲安尼？有啊。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哭甲安尼？以后老师袂。哦，捌发生过伫咧你上课的时阵，对对啊。哦，啊你当下安怎去处理家己的心情？听歌，听歌，听歌了就较冷静就较好啊，对对啊。对哦。啊，毋过我甲恁讲，迄生活中有足侪无共款的情绪，就亲像欢喜啊、生气、艰苦、紧张。我请问恁一下，恁感觉倒一种是负面情绪？生气。生气，好。哈，紧张，紧张，嘿，紧张，就亲像伊即马足艰苦，足艰苦的。艰苦嘛是负面情绪啊。啊，其实吼，这负面情绪吼，这每一个人拢有，这拢是正常的。咱应该去接受这的情绪，啊，找方法去甲伊排解。你若是长期哦，我伫咧生活来颠倒吼，互你家己破病，情绪无稳定，若无去影响到这困眠的问题，就亲像你拄则讲啥物查甫人袂用哭，袂用流目屎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这个观念吼，真侪查甫人大汉以了，就是吼，甲这情绪吼，拢藏伫咧心肝内，这发生一寡危险的代志，其实是无好的呢。会造成一寡危险哦。对啊，亲像小朋友拄则讲的，听音乐，嘛是一种排解方法？画图。画图、看电视。看电视。耍手机啊。耍手机啊，这都是放轻松。我跟你讲哦，哭毋是软只表现，每一个人吼，拢会当去表现家己的迄情绪，莫因为安尼感觉吼自责，还是感觉歹势，吼。我听我唔对啊！你是巴肚疼是无？不是，你啥人？我足艰苦的。为啥物？规工甲咱咧补妆甲金箍箍摕了了，我安尼无大嘛。是你无钱啊？哟，啊你搁要来摕我？那是爱啊，好啦，那我家己互恁知影，阮台语偌好啊，是无？拢哭到安尼啊，搁来无啊？表现一下啊。我目屎。哎，我一开始要有啊。这是老白油哦。不过那我感觉，因为情绪的表达实在是太重要，这应该。伊这个观念传达了足好，所以咱若是要哭，就大声哭；要笑就好好笑出来。今麦就互恁提保障好冇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干！台语上练档，恁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包落来进前看又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答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爱保障恁就摕袂走啊！好，来哟！欢迎最难的小朋友，新进国小，听讲恁学校内面有一位所在真特别，敢有人通甲阮介绍一下？阮学校有
一个动物叫做黄金夜婆。黄金夜婆哦，啊，听讲遐个有设一个夜婆馆，啊，内面有介绍啥呀？因食的物件，因食的物件，夜婆食啥？食糖。食糖汤哦哦。哦，咱连工找一工来去好，去看卖啊。看麦哈。好，好来哦，安怎摕到大片？三题会当摕到一块大片，六题通啊摕到两块大片。尽量讲，尽量去要。来哟，现在卡，好，来开始哦。来，几个字？对哩。两个字，马祖鱼。马祖鱼，哎，另外，因可能唔知影哦。你要用别的讲法无？是白色的。北海地。两个字尔。北海地无？海地。海地，哎对，海地。来，几个字？哎呀两个。 bonus 哦，两个按掉哦，按掉就给一块大片哦。拜拜就像诶。甲拜拜足成诶。甲拜拜这两个字足像诶。台语要安怎讲？你要用别人引导转去会讲的字。再会。哎呦，你袂歹吼。几个字？阿姐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好，你放学转去会看啥？手机啊？会看手机啊是哪里？电视。哎呀，哦哟，哎，袂歹歹哦。啊，真正歹啊。两个字，鸡蛋豆饼。机台另外豆饼，豆饼，一台。啊是要 pass，你无摕到保重的时阵会安怎？你无摕，你无摕到保证会欢喜。安尼我嘛是种欢喜哦。无欢喜，啊，毋过是两个字哦。啊，被我 pass 看是 pass 好啊。啊，pass。嘿 pass。来，几个字？三个字，哎，机台豆饼是啥？失望。失望，哎，你当嘛知影，伊恁可能较唔知影，因坐咧对面啊，因坐咧对面，还是恁搁通啊想看卖啊是？会当怎讲？互对方头知影。先是因讲互恁摇，换恁讲互因摇看卖。失回望，头去互拆掉。话都听到，安尼我会生气安尼哦。较生气，无是艰苦，对啊，较袂是失望。拆掉我会想。有啦，失望是其中一种，只是伊可能喊你较用汉内着，用啊，这无法度，这真正较喊你用。小朋友较汉内用。对对对。来，讲一个好啊，安怎念？低拍低可拍，圆圆圆圆的，会当食。会当食的。啊，有啦，搁迄外口吼，拢会压迄糖一粒一粒。亚糖粉。对。三题，通摕一块大片，加上 bonus 两题。提啥爱念出来哦？摕两块，你再摕两块。啊，你叫念出来，你提啥啊？文班。对啊。哎，较勇敢的读出来无要紧啊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如母如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哎呦，连咪准备来耍图。这考验的着恁家己头脑介清楚，啊，而且咧发音爱标准，尽量甲音发出来。伊完，敢有问题？无哦，不要紧，较有信心的。因平常时毋知有咧耍这大道。恁敢有咧算大图？有啊。哎呦，安尼有机会哦文行拢有。咱来看卖安怎摕到大片。4分一块大片，8分2块大片。来哦，现在卡。开始耍。先甲伊刷落来啊！来，线降温的你线，换衫。换衫换掉换，对啊，武警，开始耍我来。就介意你安尼，尽量甲讲出来就对啊。得一个。好，来，我甲你教大家。好来。还降温的你，我即摆就还呢。我这么就还掉，你就是要叫安尼这个，你去刷到一个。注意听来，安怎？要刷啥？要刷啥？我记得。好，来。好，来着。 IP 翕相。 hip 掉。来。对，抓得一个。你看有讲就有机会啊。抓得一个。
好，紧刷。刷，对，来，来，爱情，爱情，爱，对，记得来，文宏赞，来，动作较紧嘞，还讲6分钟吼，6分钟吼，嘿，好，来，等去，好，来，赶快 ，IP 1啊接头卡， ，keep 哦 ，keep 头壳掉 ，keep，来，水哦，文宏哦，刷得一地，足够想的，没刷得一地，咁要刷起，我来到3工好来，好，赶快去还，越宽，越宽，哎呀，厉害呢，越宽，呢，刷得一地，好来， we，都位，到位的位对，来紧哦，袂歹哦哈，最后要刷还是不爱刷？因为剩几个鸟，有啦有，无吗？紧哦，看你家己哦，刷袂转去啊，刷落嘛是无效啦，时间到。好，无要紧，咱来复习者。UI 是we，we 个有啥物字？伟大，哎呦，对哦。胃寒，哦，真水。文宏伊足勇敢的表达，头前伊钓真侪题，咱先换一个坡，听好无？真好。无咱过来复习别字 ，IP 1，10，嘛是 IP 10，啊钓几题啊？歹势，真正足歹势。你会使考无要紧，就拍水， 3题3分尔，所以无半题。对，即马心情啥款？也是恁是无？啊，够无？伤心，相信，相信你还佫有一关的机会，加油哦！尽量把握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恁有偌高选。我跟你讲哦，目前你是2题大片哦，啊，这关是安怎摕大片？好，对一题对一题大片，2题对2题，真好摕。啊，不过题目有困难无，咱咪就知影。今仔日是叶家姐姐要带咱去找一位老师，伊要教咱讲野外求生是要安怎生存落来，有倒几种方式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下。拢找无物件通食。大家好，我是伫遐外规工拢无食物件的王一家。巴肚就枵我嘛巴肚就枵的，不过咱是探险队员，所以我今仔日有找一个老师，咱赶紧去甲老师学习伫遐外要安怎找物件来食。来去找老师，行。老师，我巴肚就枵的。哎呦，巴肚枵，找我就对啊。不过我即马巴肚就枵的呢，敢有啥物会当现食的？像这咧，就头青食，这叫做错酱草，台语叫做盐酸草，这个啥物口味？真正酸酸的呢。老师，不过若是我即马伫咧野外，唔知这物件到底是有毒还是无毒，是有会食一还是袂食一，要安怎做分别的？像咱的叶啊，这种食吧，抹一点仔伫皮肤顶管，一时啊了后，若是会红红，还是肿，就代表有毒，袂当食。不过水咧，水嘛足重要的啊。即马我带恁来去找水。咱若伫野外咧，头家己做一个滤水器，这个原理就是大的石头还是大的较粗的物件咧，从头家这幼米啊，先过伫顶管，水会流位空落去下骹，内底这油啊，是毋是都已经过伫上顶管啊？对哦，这个原理就是咱国语讲的麦饭石原理，会记哩哦，毋是讲咱安尼沉底了就头直接啉哦。上好嘛是咱起火，甲煮好滚，放好冷，再来食，安尼较是安全的。安尼水源甲食的物件拢解决啦。不过小朋友，你敢知，若是真正伫野外拄着困难，爱先解决倒一种问题较重要咧，是找水源还是保暖？
诶，可以停车。咱是尽量莫去拄到这种状况。是啊啊，不过万不利若是拄到，到底是找主人较重要，还是保暖？保暖。是安怎？啥要讲？因为无水会当三天，但是你要啉的就会啉哦死。伊讲无啉水通啊冻3工无啉，哦，有道理哦有人。讲了，水，水嘛足重要嘿啊，咱人体一半拢是水呢。 70%。对，若是欠水，嘿，我刚刚安尼讲话，我就喙焦呢。对，好，到底是保暖还是啉水？哦。保暖。敢安尼？好，到底是保暖还是啉水？哦。保暖。敢安尼？啊，对啊啦，你爹嘛做冷静的对呢。嘛是小冷静的，敢有味味啊？对啊。为什么是保暖？咱听老师看卖安怎讲。到底保暖甲找水源倒一种较重要的？咱请老师帮咱解答一下。救生333原则内底讲的是保暖爱伫3点钟以内，找水源呢，咱人袂当超过3工无啉水。第3个3就是讲咱人呢上济3礼拜头无食物件。不过上重要的嘛是保暖，3点钟以内你也伫山顶，人失温的时阵，心脏会定气，安尼真危险无？所以保暖最重要的。是的安尼起火有啥物要注意的代志？起火咧，有看到这个手机。规支拢头用，注意听哦。好。啊，打的声，所以这就是好起火。你若讲压袂落，软，这就是已经淡去的。差不多咯。这种物件呢，学做火烧，不管是爬山，还是出去耍，拄着落雨，歹啊淡去，这嘛绝对通用。随时头起火来甲你的衫烘干，起火时的爱离伊较近的，所以哇，安尼就起火啊！哎，我先。袂歹哦，用了真好，那会无起火？速度甲伊较紧的。哦，袂歹哦。袂较当用，大力嘞。爱用口的。嘿，啊，就是爱安尼较大力的。甲主角共款。嘿，哇，好，哇，这大派。哇，成功！起火成功。安尼想要访问一下，你感觉今日上趣味的所在是啥物？感觉起火上趣味，为什么？真少家己伫外口起火，起火，而且真正就有成就感的呢。正经的哦。嘿啊，哇，有这个火，阮就毋惊失温啊。讲到失温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小朋友哦。人若是失温，爱做啥物动作才是正确的呢？是甲担起的衫烫掉换好满，还是继续运动保持热能？失温的时阵，到底是继续运动还是换雨满咧？把衫烫掉，把衫烫掉，换雨满。对。文宏，你的选择是这？啊，运动，我感觉你有啥物无要选运动这个？无体力，运动无体力，而且衫个淡着。运动的无体力，歹搁讨论啊，就确定是把男的衫烫掉，换雨满。对。敢安尼？嘛是无表情，真正嘛是无表情。嘛无表情。以这对你来讲，上过简单。特定年间，其实就亲像头先伊讲的，伊讲你会无体力，对因为咱若一直咧运动，你会感觉讲，迄当下你身躯足热的，足烧热的，啊，毋过你真紧你的热能，你就会流失去啊。对啊。所以咱就是爱紧甲淡的衫换起来，啊换雨满，因为雨满你讲袂过风，伊有法度甲咱的热能甲保存起来，伫咱的身躯甲雨满中，安尼知影无？
知。好啦，恭喜啦，两地大片车客，温宏啊，温宏来配合啊，哦，表演了实在太好啊，一个人动10个人啊，伊袂歹哦。马祖鱼个啥？还有啥？米鞋，米鞋，拢会用的，我要打伫倒位？哎，拢会用的，凊彩打，哈。你咪通稍微，你咪通稍微。哎呦，目前看起来是一半一半的机会，不过刚摕到宝藏嘞，赢来个。哎呦，来，敢会紧张讲摕袂到？可能。不可能哦，有机会。有机会，袂要紧，咱就去拼看卖啊。啊，不过你有想要换位耍所在无？就这安尼。哎呦，浪康的哦。要浪康的，还是要选高平？浪康的哦。浪港。哎呦，真刺激嘞！吼吼，小东，连咪手放去了，你杯超过一空，尽量较大力的机会就来啊，好唔好？知无？手甲放起哩。放起哩。咱的黄金业保管，敢会互恁一寡好运呢？请会。哦，这个哎呦，这个人头几百哦，敢会伤过百呢？伤过。阿妈，啊！颁奖。哇，是无？有啦！哎，这大家啊！而且差分分啊，尔呢。2公分，2公分。来，欣赏。对，会使倒高浪嘛，会使升倒去。哎呦，啊，而且伊有真侪岛，真侪造型哦。对啊。你会使登去好啊，研究感受一下。有宝石。哦，宝石。好久，这赞哦。啊，今仔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有动。就欢喜，就欢喜。欢喜。欢喜。你即马较感受到欢喜。啊，有情你咧？嘛就欢喜。嘛就欢喜。啊，伊完呢？即马会紧张啦，啊，即摆即已经马较紧张。因为惊无摕到。哦，惊无摕到。啊，应该是讲塔拄啦。塔拄啦，即马已经放心啊啦，就纯欢喜尔。好啦，继续讲。我感觉勇敢真重要，尽量甲讲出来。对。知影安怎表达？是。继续加油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